让客家话没落，位于莺歌的中湖国小成立客家生活学校社团，经常在校内外提供学生表演机会。有了舞台，孩子们学习客家文化更加卖力投入。表演的时候很刺激，可以让大家看，我觉得很好。我觉得最难的是唱歌，因为要背很多歌词很困难。我之前很多都不会念，然后我现在上了1、2年之后，我就慢慢学会很多。元杂中秋夜208人的小学校像个温馨的大家庭，每个孩子不但懂礼貌，也守纪律。好，起立。你很听话，懂糖发，懂糖发。物质充沛的现代社会，自己动手做福菜，让孩子们向客家先民学习爱物惜福的好习惯。有没有？一个一个把它挤进去。孩子们的努力也感染身边的人，因为我们小朋友的练习、表演，还有做这些客家美食的活动，那这些家长感受到他们自己是客家人，不只是学习，更要让孩子们爱上客家文化。我们也让这个客属的社团呢，让小朋友有一个展演的机会。那透过一个这样的互动，让小朋友可以更喜欢我们的客家文化。语言是不能被遗忘的文化，希望客语教育在孩子的笑容中继续传承下去。上课喽！懂糖花，懂糖花，懂糖花。